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到2026年嘅最後提示啦。咁距離中文考試其實仲有大概3個星期嘅時間，唔知大家溫書溫成點啦？首先第一樣嘢喺閱讀卷方面，咁閱讀卷咧其實12範文大家一定要溫熟啦，係咪？12範文其實咧你可以睇翻第15期嘅筆記，有齊晒咁多篇範文，12篇範文面常見嘅，譬如我叫大家要溫嘅文章嘅主旨。佢唔同嘅修辭手法，咁嗰啲一定要記得晒㗎。咁另外可能常見嘅題目，點樣答嘅參考答案我都會有齊晒嘅。咁你自己可以睇翻第15期筆記會有齊㗎啦。咁第二樣嘢要提示大家嘅咧，就要溫一啲文體格式嘅嘢。咁我之前都其實同大家講咗好多次啦。其實去到白話文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作者答自己都錯嘅，係咪孤獨嘅理由啊、第九味嗰啲都係揾作者答，作者唔會唔識篇文章佢寫嘅。但係佢答出嚟嘅答案竟然係可以錯漏百出，超過一半以上都係錯嘅。咁所以主要原因係咩啊？佢哋未知道個答題框架。咁我哋而家着重嘅係咩咧？你一定要溫熟第10期筆記入邊出現嘅答題框架。咁我用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啦。咁但大家自己溫翻第10期框架嘅時候咧，咁你以後做 long crack 嘅時候，即係所有白話文嘅長文答、文言文嘅長文答都係同一個 step 噶啦。就先睇咗個題目，確定咗佢係屬於乜嘢嘅類型題目先。咁你乜嘢類型題目，我哋之前已經俾個框架你㗎啦，你跟住框架答就可以㗎啦，係啦。咁起碼基本上會確保你攞更多嘅分數。咁第三個閱讀卷嘅提示就係咧，要睇第4期筆記。咁嗱，今年咧其實我都幾肯定嘅就係咧，乜嘢手法咧係一定出嘅，係啦，乜手法一定出嘅。咁乜手法出嘅時候咧，譬如書情手法啊、描寫手法喺第4期筆記第6頁開始就會有㗎啦。咁要大家真係幫我記翻去嘅。咁我之前都講咗啦，譬如有啲唔同嘅手法嘅時候，其實會真係亂嘅。一時候記敘手法，一時候描寫手法，一時候書情手法喎。我當年自己記到亂嘅。咁所以記唔記得之前提過大家要點樣記啊？手法類一共可以分咗8種唔同嘅類型。咁你睇翻之前我哋筆記上面講過邊8種啦。咁譬如記敘手法、描寫手法咁分。咁當然之前提咗你啦，前5種類型都係咩啊？根據佢文體分嘅。譬如記敘文，咁咪記敘手法咯；描寫文咪描寫手法咯。咁樣記嘅時候會相對容易啲嘅。再嚟多個提示就係記唔記得之前講過呢個部分，千祈唔好死記硬背，因為我自己當年死記硬背嘅時候咧，我都係會唔記得晒、撈亂晒嘅。咁所以點樣記呢啲手法會相對比較好啲，或者相對比較容易啲攞到分數咧？譬如我哋一齊嚟理解一下先。記敘手法，我哋用理解嘅方法記咯喎。記敘可能有順序啦，有倒敘啦，插敘啦、補敘啦、散敘，有好多唔同嘅。咁但係之前都同大家講到明啦，基本上 DSE 主要考順序、倒敘、插敘3種夠㗎啦。咁我哋就記3種。咁記3種嘅時候，譬如我舉個例子啦，我哋唔使睇文章啦，我哋一齊撈記先。順序手法，咩叫順序啊？即係按住時間線一步一步寫落去啦。咁佢有咩好處啊？按住時間線一步步寫，咁你咪可以哦，原來咩啊？按住時間，按住事情發生嘅先後嚟記，咁點啊？脈絡清晰咯，時間清楚咯。嗱，咁都已經寫完一段噶啦，唔需要死記硬背。好，去到倒敘咯喎，倒敘即係其實一開始將個結果講咗出嚟先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咪照寫咯，將個事情嘅結果點啊講咗出嚟先。好，唔好睇後邊住。將個事情結果講咗出嚟之後，有乜嘢好處啊？譬如一開始我哋講，我呢個人殺人放火嘅，有咩好處啊？增加懸念咯，或者引起大家讀者嘅興趣咯，係啦，呢個就係個答案。所以記住，乜手法嘅時候唔需要死記硬背，而係你理解咗背後概念，寫翻出嚟，呢個會仲長遠，記得仲耐嘅。好啦，閱讀卷大概咧，要溫嘅就係啲，咁我哋去到真係要做卷嘅時候，咁有3樣嘢提大家嘅。第一樣嘢，我哋始終中文卷其實係咁多科邊，基本上可以話係得分係最低嘅課嚟嘅。咁所以我哋唔係求5分100分，我哋可能求大概70嘅分數，你已經係5星㗎啦。咁所以我哋意味住有咩咧？意味住有30嘅分數你可以放棄嘅。咁30分數你可以放棄嘅話，即係有啲題目我哋唔做都唔會影響我哋結果。例如有啲咩題目啊？咁第一個咧，其實我哋可以 cut 嘅類型嘅題目係乜嘢咧？我會建議 cut 嘅類型嘅題目咧就係象徵題嚟嘅。係啦，咁象徵題咧其實真係唔需要有嘅，因為象徵題我之前講過大概個計分嘅方法啦，係咪？如果你有時間的話，其實象徵題大概你寫完個象徵含義就算啦，就停筆啦。咁我哋做晒其他題目先。咁當然。如果一啲我哋唔識嘅題目，咁點辦？哎呀，會唔會好驚啊？死啦！我今次人生第一次考 DSE，今次唔識做嗰啲題，點辦？嗱，如果唔識做都唔使驚，直接飛咗佢先。咁但係當然飛嘅時候，包括象徵題啦，或者你唔識做而飛嘅題目嘅時候，記住
寫翻 Q 幾喺你個題目嘅上邊，或者可能喺你嘅閱讀簿上邊提自己呢種題型我未做嘅，一定要翻轉頭做，因為以往好多同學試過咧飛咗就真係唔記得做噶啦。咁飛咗啲點辦啊？翻轉頭做嘅時候咧，睇翻個時間啦喎，象徵題永遠最後冇時間你唔好寫，因為寫完都未必有分。但係如果唔係象徵題唔識做嘅，盡量試一試，跟住我哋嘅答題框架，盡量寫一啲嘢出嚟先，寫到幾多得幾多，係啦，起碼確保有少少分袋先嘅。呢個就特別注意。咁但係記住咯，唔識做唔使驚，我哋可以豪3成嘅分數俾佢，豪完都仍然有5星星嘅。咁所以呢啲分數我哋唔介意蝕嘅。你唔好話我一題唔識，令到我之後好緊張，完全做唔到，唔會嘅，係啦，唔識嘅放棄佢先，做下一條。OK，好，跟住去到作文部卷啦。咁記住咯，你 check 卷嘅時間其實大概你可以望到有文章嘅題目嘅，係啦。咁如果閱讀卷望到文章題目嘅時候，記唔記得點啊？嘗試從一個作者嘅角度出發，睇一睇點做先。作者角度出發，原來我個題目大概會從乜嘢方向嚟估到個答案嘅，或者估到個寫作方法嘅，你之後就會容易少少捉到文章嘅核心同關鍵㗎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見到譬如魯迅嘅文章嘅，唔使驚，魯迅文章相對難，但佢通常都係反封建嘅。咁文言文方面一樣咯。如果你見到乜子乜子嘅時候，記住要溫啲乜嘢啊？記住要溫翻乜子乜子，即係九流十家，佢分別代表或者象徵嘅含義係咩？譬如法家嘅，我哋強調嘅係重獎重罰，即係佢講嘅好多嘢都係要同獎勵啊、懲罰有關嘅。起碼你通過乜子，你估到乜嘢家？估到乜嘢家嘅時候咧，文言文你會好容易估到文章核心嘅嘢。嗱，咁呢啲嘢一定要溫熟佢嘅，起碼會對你自己有少少幫助。部分啦，嗱，作文部分嘅時候咧，其實之前要提過啦。咁我會提3樣比較核心嘅環境嘅。第一個咧就係16個文化點，咁你一定要記熟翻16個文化點咯。包括佢入邊嘅特別嘅含義嘅嘢係乜嘢，咁都要記翻住嘅。咁我哋係4大 core 啦，之前都講到明啦。基本上任何題目都一定4中1嘅，咁呢4個一定要記嘅。另外有啲咩要記咧？我哋 mock exam 嘅時候啦，即係我哋模擬考試嘅時候，咁其實都明示暗示都講咗好幾個文化點嘅。你如果認真聽嘅時候，應該聽到我 focus 係邊幾個方向文化點嘅。咁你可以認真留意翻嗰幾個文化點。其實實際要記咧，大概都係8個文化點左右嘅啫。咁你記熟嗰8個度咧，今屆應該夠用嘅。咁另外啦，我哋定義方面，咁我都話定義其實往往會影響你個分數㗎啦。咁定義方面咧，我哋之前教大家8招唔同嘅定義模式嘅，譬如可能啲影響思維啊，唔同嘅角度啊，咁嗰啲嘢。咁我之前咧喺 mock exam 即係模擬考試嘅時候咧，都講咗前4個今屆會用得到嘅，其他都唔使記啦，就係記4個夠㗎啦。咁你詳細就留意翻我模擬考試嘅時候講過啲咩內容咯喎。好，最後咧去到啲文具類同埋準備類啦。嗱，有2個提示俾大家。第一個提示咧就係入試場之前啦，注意你嘅手提電話鬧鐘要確保熄咗，因為有啲鬧鐘咧熄咗機仍然會響嘅。咁如果你喺試場入邊響咧，就好大鑊嘅，隨時俾人 DQ 咗都唔出奇。咁所以一定啦，鬧鐘確保熄咗佢。咁如果你驚嘅，甚至乎不如帶電話安全啲啦。好，咁第二樣嘢要提示嘅咧就係之前講咗多次啦，唔該帶定3、4支筆落去，譬如包括咗 highlight pen 我要2支啦，唔同顏色，因為你無論係閱讀卷、白話文、文言文，即係寫作卷，你都會間嘢嘅。寫作卷嘅實用文方面咧，你要間好多嘢嘅，咁嗰啲嘢都要間低去 highlight 佢。咁另外筆咧，唔該唔好帶少2、3支啦，帶多幾支都唔怕嘅，擺晒出嚟都可以。因為真係寫得多嘅時候咧，你可能寫完1、2份卷咧，支筆就冇乜㗎啦。咁你帶定安全少少。咁亦另外要注意一下啦，盡量可能譬如一啲油性筆好少少嘅，咁嗰啲會寫得快少少嘅筆咧，對你寫中文作文嘅幫助比較大。唔好用水筆，因為水筆擦咧就花晒嘅。咁呢個亦要特別注意嘅嘢。咁最後咧，最後提示就係你哋嘅實用文。咁實用文咧，其實喺最後1個月我不斷講緊嘅，你已經係譬如大概佢個 marking scheme 係點啊，深層意義係乜嘢？譬如活動加深層意義啦。問題加 solution 啦，呢啲一定要記翻緊。另外要記嘅一定要扣翻個寫作目的，嗱，呢啲字眼一定要扣翻緊。咁你基本上跟翻住個框架嚟做嘅時候咧，實用文有分數去到8至9成唔係問題嘅。咁我哋啱啱都話到啦，其實可能今屆我話大家可能生不逢時，因為生不逢時嘅原因係根據政府公佈，其實就話今年比上一屆多8000人去報考 DSE，咁但係實際今屆其實出生率係低過上年噶嘛，咁所以實際意味住比8000人更多嘅人，可能係嚟自中國大陸啦，可能嚟自其他地方，咁佢哋個中文水平一定差過你嘅，咁競爭會仲大，即係好似以往嘅，可能大概60成咧
喺中文嚟講已經 level 5噶啦。但係今屆我估計可能去到64、65分先至會碰到 level 5嘅存在，都唔出奇。咁所以實用文部分咧，咁我由以往上一屆要求大家7成，今屆都要求大家到8成，咁冇必要跟足個框架做噶啦。咁仲有一樣嘢，盡力而為，考試之前可以飲少少水，但係唔好飲得太多，提醒自己精神少少入去考就可以噶啦。記住考試前一晚唔好夜瞓，你要温書嘅時候，呢2個禮拜要温晒啦，你唔好去到考試前仲有1日先温書，咁嗰啲係幫唔到你嘅，係啦。咁希望大家加油。咁仲有一樣嘢啦，最後真係一樣嘢啦，就係如果真係考試有咩好同唔好，記住同我分享。嗱，有 level 5以上嘅同學，記住同我講翻，咁我哋會買翻你份試卷翻嚟嘅。咁你獲得咗好多以往師兄師姐喺範文嘅同時間，亦希望你哋俾下一屆嘅師弟妹都有你嘅範文存在。咁如果就算考得差少嘅同學，唔一定中文差嘅，可能成個 DSE 某一科跛咗腳都好，咁你可以翻嚟考完嘅時候問翻我，譬如你點樣選科有嘅出路，點樣避開一啲可能常見嘅 AI，可能係搶咗你工作職位嘅嘢，咁都唔怕嘅。咁你做得到一啲嘅時候，我哋之後都會俾啲提示你，起碼大概俾個方向你同你講，你之後可以行咩路。好，記住 DSE 唔係絕對，但係而家我哋搏盡無悔，各位加油！